每晚辛辛苦苦咁樣搽護膚品，但係點解皮膚都仲係冇改善㗎？明明用緊最補水、最貴嘅精華啦，但係都係完全唔吸收。其實最大嘅問題唔係護膚品唔夠好，而係死皮太厚啦。有數據顯示，當角質層過厚，護膚品嘅吸收率就會下降超過60%。你搽幾多都係等於浪費。而且超過70%嘅皮膚問題，例如毛孔堵塞、暗沉、粉刺，都同角質堆積有關。所以你一定要用一次啦啦飄深層次清走死皮。法國 L'Oréal 研發嘅 LHA 支槍肌酸，親脂性超高，滲透力強，可以深入分解死皮，比起傳統嘅果酸更加溫和，敏感肌都啱用㗎。唔會甩皮，唔會紅腫，唔會刺激，做完第2日直接上妝。有科學驗證，啦啦飄可以提升護膚品吸收率超過80%，即係你之前搽幾多貴嘅精華，可能都卡喺死皮上面。但係一做完啦啦飄呢，精華終於入到去，發揮到真正嘅功效。深層潔淨毛孔，去粉刺，改善肌膚暗沉，皮膚即刻白亮到。仲等咩啊？快啲 book 啦！今日即刻擁有水光肌，做一次等你護膚品真正發揮效果，唔好再浪費護膚品啦！